尔等可知，劫取贡品，那是死罪。狗官，你要杀就杀，何须多言？放肆！你们可知，在座的是当朝三皇子。三王爷，王爷恕罪啊！王爷恕罪啊！小的有眼无珠，冒犯了王爷，还望王爷海涵啊！可是王爷，我等可是良民呐，早就听说王爷您要来，现在看来，真的是老天有眼呐！王爷，草民有冤情啊！有何冤情啊？今年我们这里遭遇大旱，民间也闹了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所不说，朝廷还不减免赋税。王爷，我等也是没有办法，才将这贡品藏匿在此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够救济灾民呢。王爷，是啊，哼，一派胡言！朝廷得知西南大旱，早已责令地方官员酌情减免赋税。王爷，草民绝无虚言呐。那些乡绅大户们与知府合谋征收的赋税，不但不减，反而比往年更加呀！王爷，我等也只是想讨个活命啊！王爷，就凭你一面之词，本王怎可信你？他们没有说谎。过来，我去附近的村子看了，发现都是这样，村民们都可以为他们作证。王爷，他们确实没有说谎啊！要是没有他们，村子里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。乖，既然如此，就待本王体察民情之后再做决断。若你们所说属实，本王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谢王爷。喂，冰块莲，你没事吧？唉，还有吗？以往只是待在京城，见惯了这人间繁华，以为处处都是太平盛世，没想到此次出行以后，才见到了人间疾苦，着实给本王上了一课。冰块莲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现在正为国事担忧，哪有心情听什么故事啊？我讲的故事也有关国事嘛，你听完再说嘛。在我们那里呢，有一个地方毒蛇泛滥，于是呢，当地官员就贴出告示，说到只要百姓捕捉毒蛇，就可以减免赋税。可是这些毒蛇，它们的毒性实在是太强了，只要被它咬上一口，就必死无疑了。可是这事儿呢，比起苛捐杂税来说，并不算什么难关。于是百姓迫于无奈，就只能与蛇赌命。就这样，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，百姓靠着不断捕蛇，才将就着把日子给过下去。如果停止捕蛇，而选择苛捐杂税的话，说不定头一年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唉，真是可怜啊！冰块莲，我的故事讲到这儿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唉，总结一句话，就是苛政猛于虎也。苛政猛于虎也。说得好啊，青柔，你真是本王的一面明镜，我要感谢上苍，将你赐予了我。好了，别煽情了，你赶紧想想这事儿怎么办吧。本王已有主意。父皇，儿臣此番西南之行，得知贡品失窃真相，这一切都是地方贪官苛捐杂税、欺压百姓所致。百姓也是为了求生，才不得不铤而走险，盗窃贡品。若不是儿臣亲眼所见，也定不能相信。因此，儿臣先斩后奏，将那些榨取百姓的贪官污吏就地正法。其次，被迫头目也都已押解回京，待父皇发落。至于劫取贡品的村民，依儿臣看，
他们也是要将贡品用于赈灾之处，心地还是善良的，因此儿臣已让他们戴罪立功，以观后效。另外，西南旱灾，粮食欠收，儿臣切身考察后发现，其中也有灌溉不利之意。此次出行之前，儿臣曾命工部杨主事制作了一台水车，大约几日就完工。若完工后尽快推机使用，会解决旱灾一事。父皇，苛政猛于虎矣，儿臣斗胆望父皇下旨，减免西南赋税3年，以示皇恩浩荡，而严其敬上。苛政猛于虎也。好啊，来人，皇上有何吩咐？拟诏书。水车一事，你进展的如何了？爹，孩儿已完成七七八八，只待什么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说只待的？王爷如此抬举你，给了你机会，你还不好好把握？我们杨家世代为官，为父，更是本朝建制以来第一个大三元，而你却只是个同进士。若是此事不能做得妥妥帖帖，我还有何颜面面对列祖列宗？大人，宫中来人了，快请。是。杨大人，邱公公，皇上口谕，请杨大人进宫议事。公公可知皇上找我何事？杨大人，您误会了，皇上找的是这位杨大人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啊，好啊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朕还真难以置信。这水车果然可以把水从低处引到高处，效率之高，此乃造福于万民的好事。你等立此大功，朕一定要重赏你们。对了，你就是晴柔口中的周大同？草民正是。好，哈，你可想当官呐？皇上，草民就是个粗人，当不了官的。若是皇上以后有事，差人找我便是。我大同定当尽心尽力。好，爽快。既然不想当官，那你要什么赏赐啊？皇上，此事说来恐怕有些不妥吧？哎，有何不妥？说。不瞒皇上，草民在长乐街上，开了家店。草民斗胆想向皇上求个墨宝，还请皇上帮我提个额匾。放肆！不送就不送呗，这么凶干什么？皇上，无妨。除此之外，朕还要赏你黄金100两。谢皇上。你就是杨大学士的公子？启禀皇上，微臣正是。杨大学士求见。宣。皇上，微臣不知皇上召犬子进宫所为何事，若是他作奸犯科，还请皇上责罚微臣。杨大学士啊，你也不问问清楚，这哪是什么作奸犯科之事？分明是你养了个好儿子，他们俩做了一台水车，帮朕解决了西南大旱，造福于万民。朕赏还来不及呢，啊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作奸犯科了？啊？
来，赏。臣替犬子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尹浩参见王爷。你来了，你是让我跟你一块迎接三哥的吧？正是因为此事而来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准备好了酒菜，只待迎接他们回来了。我也多日不见我那调皮的妹子，甚是想念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走吧。好，走。三哥回来了啊，四弟，王爷。小四，大哥，多日不见，丰腴了不少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哪里胖了？王爷，这一路你们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总算是不负父皇所托，有所成效。我们可担心死你们了。哎，我有点饿了。好，走吧。那我们先回府吧。走。走吧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琪儿，不知父皇龙体是否安康？琪儿不孝，多日不能侍奉在旁。朕的身体你是知道的。琪儿啊，当初听到你遇袭的消息，朕坐卧不宁啊，生怕你像你大哥一样。琪儿有父皇庇佑，自然吉人天下。父皇莫要担心。父皇，儿臣寄给您的信，您可收到？啊，收到了。那些贪官污吏，朕一命刑部处理了。水车之事，朕已下令，各地府衙照批制作，大兴水利，造福于民。父皇明察，万民有福。儿臣替百姓谢过父皇。起来吧，琪儿。谢父皇。来与父皇谈一谈你在路上遇到的奇闻奇事啊。好。尊上，尊上可是在思念某人了吧？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。对了，这件事就辛苦你了，想必谢延琪也不会再怀疑你了。以后你在王府办事也就更加方便。对了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顺儿的伤已无大碍，多谢尊上关心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是干什么？放开！我不放！难道你还不明白顺儿的真心吗？放肆！难道你嫌弃我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我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我不甘心。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的心里就有你。为了你的大计，我甘愿投身于他人的怀抱，我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你都看不到呢？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我是孔双双，是万人瞩目的大明星。现在却到了如此阿杂之地，还这样低三下四的求你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，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贱人，所以你才不肯多看我一眼？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他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的心里都只有他？住口！你想要所有的人都听见吗？我为什么要住口？我孔双双就是喜欢你，我偏要喊！你是不是想死？我告诉你，你只是我的一颗棋子，我稍微有力，
严密。你不是想帮我做事吗？我给你机会，明天你去指证谢延辰，时间地点你自己选，用你自己的方法。若是你办不成，就不要来见我。哼！我告诉你，你只是我的一颗棋子而已，你只是我的一颗棋子而已。双双，孟江，许久不见，双双姐还是这么漂亮啊！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跟我来。你不怕别人看见？看见就看见，老子宰了他！你还真拿自己当土匪了？双双，我看你不也演得挺带劲儿的吗？正所谓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做什么事儿都得认真点，对吧？哎呀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完事儿再说，我等不及了。你给我听好了。嘿，你还拿起来了你啊？哎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知不知道尹晴柔为什么非要待在三王府？这事儿你算问对人了。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哎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事儿可是一好事儿，对你对我都是好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之前听说尹晴柔逃跑过几次，不过后来她倒安心住在王府，并且要一心嫁给那三王。这我都知道，重点呢？重点是我在他们乐天斋安插了一个卧底，这个卧底曾经告诉我，有次他们谈话说到了穿越的关键。我后来一想，这穿越的关键，尹晴柔他们肯定知道，而且肯定与三王府和三王爷有关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你千万不要阻拦他们，等我们都回去了，再收拾他也不急。双双，我这知道的也都告诉你了，咱俩是不是应该认真点儿？哎呀，我有事让你帮忙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自然依你。好，大明星都说话了，甭说是1件，就是10件，老子也应了你。行，那你等我通知吧。好。哎呀，干嘛呀？又怎么了？去找间客栈嘛。哎呀，走，快点儿！大人，双儿姑娘有要事求见。让她改日再来，本王有要事。且慢，既然已经收她做了义女，现在她可是我们埋在谢延琪身边的一枚棋子，她可是我们翻盘的关键。也许她此次前来真的有要事禀报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义父，王爷。双儿，为何事冒险前来见二王爷啊？义父放心，双儿并没有被跟踪，无人知道双儿到此。双儿，今日是不是有要事啊？双儿此次来，是给二王爷带来一条妙计，可以置谢延琪于死地。何种妙计？说来听听。双儿有办法栽赃嫁祸谢延琪，嫁祸他当日西南之行遇刺，乃是他谢延琪自己策划。虽然当日刺杀谢延琪的刺客全部都已身亡，双儿可以让孟江假扮唯一逃出来的人，当面指证谢延琪。只要什么？只要双儿能当面见到当今圣上。什么？你要面圣？是。只要双儿能面圣，
皇上必会相信，双儿便以此为证。不可，此事已盖棺定论，本王不想再生事端。义父，请相信双儿，只要双儿能面圣，此计必成。王爷，双儿此计甚妙啊！本王知道此计甚妙，可是王爷是信不过双儿吗？既然王爷信不过双儿，那双儿也只有撞死在这堂前，以死来明志。且慢，王爷，双儿他一片赤诚，你可要早做决断呐！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试试吧。双儿还有一事，说。双儿希望王爷此事过后能够杀了猛将。此事不用你说，本王自然不会留他活口。如此，双儿就在此先谢过王爷了。大哥大嫂，快来！来，尹将军，怎么样？这儿不错吧？专门请你们来剪彩的。这剪彩为何意？这剪彩嘛，这剪彩啊，是我们家乡的一种礼仪，就是呢，建筑呢投入工作，然后完成了可以使用的时候，也就是图个吉利了。但是啊，这剪彩不是谁都能剪的哦，也得是身份尊贵、有地位的人才能剪的。总之呢，你来就对了。哎，我也要。秦柔，你不会因为我们之前吵过架就不答应了吧？哪能啊，我哪是这种小肚鸡肠的人啊！再说了，你现在可是我大嫂呢，都是一家人了。哎，来，好，现在我宣布，乐天斋正式开业！开业喽！请进，别起啊！灵活多用，可以放在家里观赏。哎，杨尚书，青柔姑娘，恭喜！同喜！现在啊，不能叫杨主事了，应该叫杨尚书。青柔姑娘取笑在下了，恭喜杨兄升官了！哎呀，周兄言重了，要不是周兄啊，我现在可不是这个样子。哎，哪里，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嘛。我先带你啊到里面去看一看，来，到处走一走。行。周兄，这是……哦，这个嘛，这个就是咱们的镇店之宝了。镇店之宝，这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哎，杨兄，这个以后再给你解释。哎呀，以后慢慢给你解释。我们先到那边去看看，好吧？来，尝尝我们这边的酒。来，杨尚书还请尝尝我们的美酒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青柔，上酒了！这是我们自己酿的。我先过去啊。来，上酒！欢迎各位光临啊！刚才实在是怠慢了，都有怠慢，请包涵。多多包涵。秦柔，表哥呢？表哥怎么没来？冰块脸说他有事儿要忙。好小心，大家好久都没有见到表哥了。自从我们从西南回来以后，他就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我好久都没见他了。是吗？哎，你们俩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没有了，我们俩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带你去看看水粉。走。你就是双儿。启禀皇上，民女正是。听臣儿说，你有天大的事情要告诉朕。此事事关国运，还请皇上屏退左右。
双儿，怎敢如此无礼！你们都下去吧。父皇，这……讲吧。舅舅，你说双儿在里面会跟父皇说什么呢？二王爷，到现在你还不相信双儿吗？舅舅，他有什么话非要关着门说吗？还要屏退你我二人，你让我怎能不多想？王爷稍安勿躁，一会儿便知分晓。父皇，皇上。双儿姑娘，你说的这些朕都记下了，朕一定会仔细查证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父皇，儿臣还有。朕累了，回宫。起驾。双儿，你跟父皇说了些什么？双儿只是把内外与二王爷说的，又重复了一遍而已。那父皇怎么说？皇上问双儿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？你又如何作答？双儿说，与那三王爷有杀父之仇。王爷可满意了吗？父皇听完，有何表示？皇上说会彻查此事，还会找双儿去找孟姜过来。哎，不出3年，我估计我们就能成为古代的李嘉诚了。我们要发财啦！唉，我周大同干了一辈子的道具，全是脏活累活，没人瞧得起我。没想到今天能有这么多人来捧场，我这心里头真是酸酸的。咦，还酸酸的，你肉麻不肉麻呀？大同，我早就说过的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咱们啊，要目光长远一点，要把这乐天斋做大做强，做成京城天字第1号，做出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品格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啊，哎，晴柔，你是不是把我们穿越回去的事儿给忘了呀？哎呀，阿广同学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扫兴？真是醉了。嘘，醉了，你喝了吧，多老的词儿了，还用呢？我就说。王爷来了。王爷，本王今日公务在身，没有前去道喜。这是本王的一份薄礼，还望周兄收下，以表歉意。哎呀，王爷哪里话？今天我们这乐天斋能开成，完全是王爷您的帮助啊，您大可不必多礼啊。啊，一点心意嘛。晴柔，本王今日路过绸缎庄，看到他们新进了布料，本王就全部买了下来，送与你去添置几件新衣物吧。谢谢王爷。这个给你。送我的？这可是王爷亲手为你摘的，算是本王向你赔罪了。晴柔，
你就别拿着了。这王爷为了你，都变成现代男神的节奏了。哎，你呀，赶紧找个台阶下了吧啊！那好吧，既然你都送我花了，那我原谅你了。王爷，奉皇上口谕，速召您进宫。公公可知父皇急召我进宫是为何事？王爷能否进一步说话？皇上的病情突然加重了。仪仗，快随我进宫。是。哎，冰块脸，干嘛去啊？哎呀，这皇宫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急匆匆的。父皇，来人呐！传太医。琪儿，到朕这儿来。是。让朕好好的看看你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转眼间你们都长大成人了。朕突然想起来你们小时候，那个时候你们一个比一个调皮，整天围着朕打闹，让朕陪你们玩耍。那些画面，朕还能记得清楚呢。是，琪儿也记得。岁月如白驹过隙，不由人意呀。你大哥潸然而去，为父母者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可悲可叹。父皇，大哥的事都过去许久了，还望父皇不要太过于介怀，保重龙体要紧呐。朕的身体，朕很清楚。这些日子，你尽心尽力的辅佐朕。我这个父亲呢，早就看在眼里。父皇，这些都是儿臣应该做的。只有你最像朕了，琪儿啊！朕100年之后，你和你的兄弟一定要互帮互助，千万不要反目为仇，让朕寒心。说得很清楚了，为何你又私自前来？就不怕我取了你的性命？顺儿只是来禀报尊上，你交代的事，顺儿已经办成。哦，竟然如此顺利。顺儿只是想让你知道，顺儿为了你，什么事都能做到。这件事情你办得很好。
尊上不再追究双儿破坏规矩来找你了吗？你做得好，我为何要罚你？好了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外面天气这么凉，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有新的情况，我自然会联络你。你回来了。你为何睡在这里？我在等你回来啊。我刚才看你急匆匆的走，我以为有什么凶险之事呢，所以就在这儿等你回来了。唉，怎么了？今日进宫，竟发现父皇白发丛生，苍老了许多。身为皇子，我这心情难以名状。那你以后就多陪陪他老人家呀。人在小的时候会经常围在父母身边，人慢慢长大，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。今日父皇也提起了好些事情，还讲了许多伤心的话。你怎么了？我也想我爸妈了。与你相处多日，还未曾听你提起过他们。不如择日，我送你回趟家，顺便去看望一下二老。吓我一跳。孟郊，这2天皇上可能去找你作证，你千万要记住，按我说的去做。说说，你说的我仔细想了一下，这搞不好我他妈的会掉脑袋的，我看还是算了。孟郊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行，让我答应你也可以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得跟我回山寨，做我的压寨夫人。你当山贼当上瘾了，你不打算回去了？你还别说，我还真的就不想回去了。这边的人特别的仗义，比咱们现代人呢不知道强多少倍。就拿我那几个小兄弟来说，个个肯为我抛头颅洒热血的，我怎么说也是一个性情中人。这猛地一下子穿回去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他们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干脆跟我回山寨，索性我就不走了，咱俩在这儿好好的过。这样吧，只要这件事你能办成，我自然愿意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哎，独孤，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！依在下看，怕是要变天了。你真爱说笑，这万里无云的，怎么可能会变天呢？此天非彼天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明白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三王爷马上就会被设立为太子。哎，那这是好事儿啊！而且，他一定会是一个好皇上的。可是，轻柔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呢？我？
按祖制，立为太子，侧妃就有4人。你愿意与他人共同分享你的夫君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爱是2个人的事情，要一心一意。难道今天你就要违背自己的誓言吗？哎呦，我不知道。轻柔，我愿意为你放弃自己的一切，一心一意的只爱你一个人。他谢延琪可以做到只爱你一个人，放弃自己的一切吗？哎，不要再说了。皇后娘娘，娘娘，皇上的病怎么样了？皇上服药也有月余，可是这病始终不见好转，怕是什么？说。皇后娘娘，受微臣直言，皇上怕是已病入膏肓了，还请皇后娘娘早做打算。你说什么？给我拖出去斩！饶什么？皇后娘娘饶命！饶命啊！好了好了，皇上下去吧。罢了，这不怪他们。皇上，哭什么？这都是定数啊！朕的病不得向外透露半句。若有人走漏一点风声，朕诛他9族。皇上，好，不知怎的，朕很想吃你亲手做的桂花糕。这还不容易，臣妾马上去做。只要皇上喜欢，臣妾做什么都愿意。小舅子，在，好好伺候皇上。是。皇上，你先歇一歇，臣妾去就来。双儿说的猛将，你审问的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奴才已经亲自审过了，双儿姑娘所言不差。这几人所讲的不能全信，你好生盯着他们。朕断定，这背后一定会有更大的阴谋。朕今日要宣布一件大事。小球子，宣旨。是。三皇子谢延琪听旨。儿臣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三皇子谢延琪，天意所属，自客尊出诏，警告天地，宗庙社稷，授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子，正为东宫，以重万年之统，以凡四海之心。朕疾患不久，此一日慢饥，不可久旷。兹命皇太子谢延琪持洗御书房，分理庶政，辅君监国。百司所奏之事，皆启皇太子决之。
布告天下，贤士闻之，钦此。皇太子，接旨呀！还不接旨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儿臣领旨谢恩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你不必多说了，小球子。是。二皇子听旨。二皇子谢言臣，亲昵小人，疏远君子，即日起降爵一等，钦此。儿臣领旨。你回去后，好好思虑一下自己的过错，等想清楚了再来找朕。你怎么了？臣妾跟随皇上多年，只是没有想到，皇上竟然把臣妾当成外人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臣妾并非要干涉朝政，只是没有想到立太子之事，臣妾竟然比朝中大臣们知道的还晚。皇上为何要隐瞒于我呢？朕并非有意隐瞒于你呀。要知道，此事若早宣扬出去，会引发朝中大乱。可皇上立其儿为太子也就罢了，为何要惩罚臣儿呢？臣儿自幼桀骜，不甘于人后，朕怕他知道了立其儿为太子，再生事端，所以要先杀杀他的锐气，让他借此事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过错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呐。皇上，真怕他们兄弟三人反目，不得已而为之啊！岂有此理！老不死的竟然封老三做太子，竟敢无视于我！你们这帮废物，就知道让本王等待时机，等待时机。这下好了，让本王闭门思过了。养你们这帮饭桶，有何用？王爷息怒，此事的确是让那谢延琪占了先机。可是，住嘴！看看你那好义女吧，谁知道她到底和皇上说了些什么？下次让本王见到她，必将她碎尸万段。王爷，越在此时越应该沉着冷静才对。谢延琪他只是一时占了上风，可我们并没有满盘皆输啊。毕竟，王爷在朝中的势力还是多数的。这鹿死谁手，还说不定呢。本王自然明白这其中的道理。舅舅，你先请回吧，让本王再好生想想。派人跟着他。王爷，是在怀疑相国？哼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谁都不信。这一切
还不都是他给我出的昏招吗？我倒要看看他在给我耍些什么把戏。那要不要派人杀了那个双儿？留着他还有用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早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。恭喜太子殿下！啊，多谢，恭喜太子殿下！多谢各位大人，多谢。几位大人，这边请。恭喜太子爷！恭喜表哥！好了，你们俩好，我也开心。恭喜王爷！恭喜王爷！哎，表哥，来，来，坐。表哥啊，这回你当上太子了，我们必须要好好庆祝一番，是不是？对，不如就像上次一样，办个那个哎呀 ，party 啊！对，party。父皇虽立我为太子，但眼下我在朝中根基未稳，依我看，还是低调行事吧，莫让奸人钻了空子。party 仪式，还是算了吧。表哥，你不要扫兴嘛。秦柔，你说呢？表哥最听你的。王爷说的对。不跟你们玩了，没劲。哎，告辞了。你的下一步任务就是让尹晴柔离开谢延琪。为什么？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晴柔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之前三番四次的想从王府逃出去，最后为什么都没走？其实这事儿，我一直想找个心平气和的时机告诉你。我好像发现我们穿越回去的关键了，就在宗祠里。可是宗祠不是像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就能进去的。于是我静下心来想了很久，好像只有嫁给皇子谢恩琪，通过我们的婚礼进行宗祠祭拜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实行穿越计划。我思前想后，也只有这个计划是最靠谱的了。所以，你最终决定要嫁给谢延琪？我还在纠结。你爱他吗？晴柔，作为女人，我看得出来，你爱他。但是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：你嫁给他的目的，就是想要进入宗祠，找到穿越的关键。不是，就是为了离开他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晴柔，我求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求你离开他，求你离开谢延琪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晴柔，我不打算回去了。什么？你也知道，女演员什么的，总会有年老色衰的那一天。到最后，也不过是找一个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嫁了。但自从我穿越到这里来，我觉得这边并没有名利圈那么多尔虞我诈，我觉得很舒服。而且，我找到了一个喜欢的人，因为我爱他，我不在乎他身边有其他女人，只要我能陪着他。可是晴柔，你是一定要走的。你要知道，你的离开一定会伤害到他。你忍心他因为你的离开而难过吗？
怎么会这样？我是一直想着怎么回家，却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会伤害谢延琪。尹清柔，你太自私了。清柔，等你走了以后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进入宗祠，找到穿越的关键，然后告诉你，让你们穿越回去。我发誓。双双，你让我想一下。清柔，你毕竟是要离开的呀，你早一点离开，对他的伤害就会少一些的。我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吧。双双，你难道不相信我吗？清柔，你难道忍心因为你毁了他一辈子的幸福吗？清柔，别说了。哎，清柔，发生何事啊？为何如此惊慌？没事啊。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我一早便找你，希儿说你往花园方向来了，我便前来寻你。你找我有事啊？清柔，我被封为太子，难道你不开心吗？开心啊！你都当上太子了呢。可是，昨日我见你的脸色，还是十分担忧啊。没有，你想多了。清柔，你还在怀疑我的真心吗？你要知道，我虽被封为太子，但谢延琪依旧是谢延琪。我此生只爱你尹清柔一个人，只愿与你一人厮守终生。我不值得你这样做。为何不值啊？难道你不知道你在我心中有多重要吗？好了，我明白了。你现在是太子了，要替皇上做功课的。所以说，你快去上早朝吧，我会在家乖乖等你的。近日事务是有些繁杂，也的确怠慢了你。待我忙完这些日子，我必定带你游山玩水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清柔，小王见过太子妃，服了你了。给我倒杯酒。哎，这倒是奇怪，难道三哥府上就不能给太子妃一口酒喝吗？非要到小王这里讨酒喝？行了你，我问你，皇上封谢延琪为太子，你会不会不高兴？怎么会？三哥当太子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没当上太子，你心里不难过？清柔，你还真是天真呐。这太子之位，怎么轮也轮不上我呀？在父皇的眼中，我就是那扶不上墙的烂泥。也罢，做烂泥挺好，至少落得个清闲自在。你真的这么想？当然。言萧生性狂放自由，不愿让自己的人生被那皇位束缚住。三哥温顺共良，太子之位实至名归。说正事儿。我有事儿想找你帮忙。帮什么忙？以后他遇到什么难处，你一定得帮他。笑话，三哥身边有你这个机灵鬼，还用得着我帮忙？我不管，反正以后他要遇到难处，你一定得帮他。清柔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哪有啊，我没有事儿，我好着呢。哎呀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毕竟是一个女流之辈，朝堂上的事情我不便过问。所以如果他以后有事儿，你一定得帮他。哼，放心，三哥和我骨肉兄弟，他若有事，言萧定当相助。那我们说好了。说好了。拉钩。拉钩。盖章。盖章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
妻儿和晴柔的婚事如何了？回皇上，自打上一次，这个典礼出事之后啊，他二人的婚事就暂时搁置了。朕得让他们马上成婚才是啊！是啊，太子爷和晴柔姑娘，那是郎才女貌啊，是天生的一对儿，地设的一双啊。照钦天监，选个良辰吉日，让他们马上成婚。是。太子爷，这可是小姐亲手为你做的菜。这些菜肴，当真都是晴柔亲手所做？是啊，这一桌啊都是她亲手做的。哎，我看看啊，宫保鸡丁、鱼香肉丝。哎，王爷，你可得尝尝，这都是晴柔的家乡菜，点击率老高了。好了，我来说两句。在茫茫人海中，大家能够相识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我先敬大家一杯吧。来，来。忘不掉是你的，来，太子多吃点。猜不透是你的忧伤。这第二杯酒呢，我尹晴柔给大家赔个不是。我昔日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干了这杯酒，一笔勾销吧。阻不了泪水流淌，做不了曾说的家乡。到最后，尹姑娘是我们府的开心果，你说这话可见外了。这第三杯酒呢，我要敬谢延琪，也就是我们的太子爷。于是你决定回家乡。我感谢他包容我的小脾气和任性，也要感谢他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。到最后散场。亲一个！阿广，不可造次。不愿意坚强，等不到那所谓的天堂。于是你依然回家乡，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晴柔，你今天真是太霸气，太敞亮了。哎，对你刮目相看啊。是吗？那还用说，完全一副正牌太子妃的派头，什么孔双双都边上玩去，根本没法跟你比。阿广啊，若是我们回不去了，你会怎么办？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回不去啊？万一呢？万一回不去，那也没关系。哎，我不是还有你们吗？还有我们乐天斋。哎，你又是太子妃，我还能跟你扬眉吐气呢。若是以后帮不了你，你会恨我吗？哎，咱俩的感情那是比黄金还要坚挺的。阿广啊，咱们一定是擦肩而过了几辈子，才修得了
这一世的好姐妹。那前提是，我一定是个帅哥。去你的！阿光，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管怎么样，千万不要去招惹孔双双。你怕他干什么呀？你都是太子妃了。阿广，你听我的，不要再去招惹孔双双。大家都是穿越过来的，要和睦相处。哎，真是拗不过你。这样吧，只要他不招惹我，我就不招惹他，得了吧？阿光，对不起。不要总跟着我。你看到了。住口！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尹晴柔不会在他身边很长时间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离开？今天他在席间所说的话，只要你留心听，必然能发现其中异样。的确，他今天的话的确饱含深意。之前我劝了他好几次让他离开，他都没答应。但是今天，他为什么要萌生去意呢？如果双儿没猜错的话，他明天就会消失。那你知道他要去哪儿吗？你笑什么？笑你，笑他，也笑我自己。红尘自有痴情者，莫笑痴情太痴狂。我要感谢他，包容我的小脾气和任性，也要感谢他，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出现在我身边。王爷是要去宫里吗？不，你去备马，一会儿我带青柔去郊外骑马。那宫里的事，就是我身体抱恙。抱恙？哎，王爷，青柔，青柔，王爷，你可知青柔去了何处？喜儿不知道啊。小姐昨天说要晚些起，叫我晚点来叫她。哎呀，青柔，青柔，青柔，你在哪儿？青柔，你给我出来！青柔，你在哪儿？青柔，你去哪儿了？青柔，你给我出来！青柔。王爷，你等等我呀！青柔，青柔，哎，王爷，哎不，太子爷，您怎么来了？青柔一定来过吧？他人呢？晴柔他是来过，不过那是2天以前了，好久没见着他了。青柔可曾来找过你？王爷，晴柔没有啊？怎么了？当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。你们又吵架了，明天就要成婚了。哎，王爷，四弟啊，三哥，晴柔她这件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你先别着急，想想晴柔都有可能去哪些地方。昨夜我就发现她有些反常，我本以为她是因为我被册封为太子的缘故，怕我日后疏远她，所以并没有在意。三哥，我……你有什么话还不能对我说吗？是这样子的，几日前秦柔她就找过我，
还说让我跟你齐心协力，我当时就没当回事儿。现在细想起来，他其实早就有离开的准备了。你为何不早告诉我？青柔他一向一惊一乍的，我哪知道他哪句话是真的呀？都怪我，你别急，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找找。这不怨你，错在我，都怪我。